好，应该也可以了。这里有声音吗 ？FB。好，OK。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妈。OK，所以这个声音要关掉。Hello，现在有6个人在线上。Who are you? Let me know who are you. 真的，你帮我听一下有没有声音，好不好？然后有哦，然后所以现在没有回音吧？因为我把电脑的声音关掉。但为什么我自己听不到啊？奇怪。YouTube 有听得到吗？Let me know. Okay, good. Thank you. 有，很好，那就跟大家讲那个，好小声哦，是因为我自己关小声，是因为我自己把它关掉。Hello，郑伟，声音 OK 哦。好啦，就是11月4号礼拜3晚上9点，然后像我找各家电台，然后就是会，谁给我按赞，谁，你谁，我看不到，是谁？一下飞出去，哦，是啾啾哎，是啾啾，好悠悠。好啦，跟大家偷偷讲一下，就是礼拜3会讲的东东。怎么会找不到嘞？就是11月18号星期3晚上邀请大家来看戏，然后我有参加这部戏的演出，在台北中山堂。台北中山堂11月18号星期3晚上。
天啊，剩下2个多礼拜就要演出了，好可怕哦。然后邀请大家来看戏。Hello，雨静。然后，对啊，礼拜3晚上我会送票，然后还会送包包，这是一个好玩的活动，就是有厂商给了一个包包，让我可以在 call in 当中送出，所以我可以送票跟送包包，所以虽然这只是测试，应该没什么人看到，但是邀请大家，如果星期三晚上你有空的话，你可以陪我在线上这样子。后哟，好，今天测试成功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